亲爱的这平安，咱准备心来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全地中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起立来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亲像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请坐。咱稍个来祈祷。主天堂的爸，阮的上帝，阮阁一摆伫你的殿里来敬拜阿罗你。主啊，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由圣神降落伫即个所在。主啊，阮也伫今仔日要甲你同坐倒。甲你同有份伫你的身躯、你的血，主啊，祈求你，互阮会当常常来思考，你甲阮同在迄个喜乐甲平安。主啊，阮也伫遮为着阮中间的兄弟，也有真侪人拄着艰苦，心神拄着软正，肉体拄着破病的。主啊，祈求你亲自甲面三甲伫地，安慰扶持伊哋。主啊，阮也为着乌克兰的战争，主啊，祈求你保守。会当互即个战争煞，因为你是压钱经、斩断枪的上帝。主啊，祈求你亲自保守、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来领受你的话，通过罗牧师做你的出口，将你的奥妙、你圣神的降临的意义，会当互阮了解。主啊，祈求你亲自保守即个会，愿感谢你快速大名，阿门。咱过来要请家族。郑家因来献诗啦吼，因你与我同行。
咱过来要读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1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21节。16节，我要对爸求，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未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搁毋捌伊。独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相共大，搁要点伫恁。我无要放杀恁做无爸囝，我来就近恁，要伫啊久，世间无搁看见我，独独恁看见我，因为我活，恁就活。迄日，恁要知我点伫我的爸，恁点伫我，我点伫恁。有我的命令，搁守伊的人，即个就是听我。听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爸，听伊。我也要听伊，佮将本身显明伫伊。咱过来要请罗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真理的神，真理的圣灵。兄弟，大家平安。咱伫即个非常的时期，咱的心目靠步来到这上帝的殿里，而且来敬拜上帝。我知影有一个人无方便来到伫上帝的教会，但是每到主日，咱的心都爱靠步着跳，就是袂当来到伫圣殿敬拜上帝。咱对咱的上帝、咱的主的靠步的心袂通减少，因为咱生命需要伊，伊也是咱生命的瓦壳、帮助甲祝福快乐的来源。所以咱来仰望伊，上帝交做咱的瓦壳，咱的生命就伫伊内面来得到伊的稳定，帮助咱来经过这个困难的时期。咱知影这个疫情会改变咱真侪的思想以及咱的行为方式，包括教会所以咱就爱想，过来后疫情了，教会咱这个发展当然无一定讲教会什么大改变，但是咱有共款的这个想法甲做法，咱嘛求圣神帮助咱来启发咱，因为咱知影圣经的中间有先知先知常常是咧指引一个新的这个动向甲趋势的上帝的灵感动人。我相信伫现在，上帝嘛会照着伊的圣神来帮助咱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应该有迄个前瞻性看到未来。而且咱是上帝的教会，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用上帝开始，所以咱教会踮伫这世界咱世界拢咧走大生活，咱即甲这世界互动，有时咱有啥，咱就是讲哇，咱约这个世界约袂着无一定爱约世界，但是咱要安怎样面对世界的变迁，这嘛是上帝互咱咱的功课，以及我嘛相信上帝赏赐互咱智慧，互咱伫这个世间，圣经讲，咱要诚做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就知影世界的变动，但是咱有瓦壳、有帮衬，也有智慧，咱才会通伫这个世间来诚做得胜的人。今仔日要甲咱大家三甲来互相勉励的题目，就是这个真理的圣神。咱知影顶礼拜是这个圣神降临节我因为袂当来到咱中间，甲咱三甲分享今仔日我就借着这机会，咱三甲来学习这个圣神的这个工作。咱知影耶稣基督要离开世间的时伊若离开世间咱就袂当看到伊但是伊讲伊要求爸找圣神圣神要甲咱三甲伫地。圣神有时咱讲是毋是另外一位神甲耶稣无共款的，其实圣神自开始开始迄个当时毋知影到缘起头伊就甲天父、甲基督、圣子因拢是三位一体做伙同工。耶稣基督来世间，甲30几年久尔，伊诚侪人，咱看去的，世间人咱看去嘛30几年久尔，但是耶稣来却是成全上帝迄个拯救的这个计划完成上帝的拯救计划。但是这个拯救要继续伫正人的中间，伫世间人的身上。这就是圣神的工作。所以今仔日有人讲这是圣神的这个时代当然
安尼分拢要紧啦吼。其实无论伫什么时阵吼，拢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伫做伙同工的时阵，特别圣神，互咱有一个确据，知影咱是属主的人，咱也透过圣神来领受耶稣基督所应允要予咱一切恩典。所以今仔日咱用用圣神的角度来看时，亲像圣经讲的，耶稣讲：我去，但是我无要放恁做孤单。因为伊要甲咱三个伫地，佫永远甲咱三个伫地。耶稣袂当看去，确实要永远甲咱三个伫地。这就是圣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咱若看重圣神，较无圣神，咱就会经历到上帝所应允伫耶稣基督内面一切应允恩典福气，拢是透过圣神临到伫咱的心中。所以咱对圣神，咱来受感动，咱想要信耶稣因为咱知影咱的生命的需要咱相信圣神就将上帝三位一体上帝恩典这个充满伫咱的心中。不过神学家这个做普林斯顿这个系统神学的教授吼，这个米格罗雷吼，这是意大利人啦，所以读起来无啥生意吼。伊咧讲安怎咧？伊讲吼。咱圣神是正统的神学吼，长期以来所失落一环，吼因为这嘛有历史原因，这足长的历史原因，因为自从教会成做罗马帝国的这个做这国教了吼，教会内面吼所有一切恩典，拢什么人偷放出来？咱哪能想神职人员啦？主教啦，这甚至是讲一般的人就无啥物读册所以啦，袂通读到圣经，唔知影圣经的真理，只有透过教会，所以教会才是恩典的出口，所以大家人来教会，所以教会煞取代圣神的位置，伊袂通直接家己读上帝的话，所以所有一切恩典透过即个做会晓读圣经的人，爱有能力读圣经的人偷放出来。当然，咱嘛袂当好人讲这神职人员因本身嘛会有领受上帝圣神伫遐偷放，但是咱个别咱无人物，咱个别袂当读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会通直接甲咱讲话咱当咱读圣经的时伫即个足长的时间，因为足济历史的原因啦所以说咱会相信变三位一体变成什么呢？三位一体变成做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搁过来咧。照讲是圣神啦，但是无啦，变教会啦。教会所取代圣神的位置有时咱是讲这逻辑嘛无毋对因为圣神做感动圣神，才互教会诞生无毋对，但是无论安怎教会袂当取代圣神的位置。毋过咱看中世纪就是安尼，所以。到伫咧马丁路德这中国解决了后，其实马丁路德非常注重圣神，加尔文嘛非常注重圣神，但是伫迄个时代的人的重点解说，当然是较无救恩，就是讲上帝这个爱咱因信称义，伊的恩典白白互咱，但是咱强调因信称义，却是忽略了为什么咱会。相信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咱失落迄信息的工作啦，强调信息的工作。有时讲我著信，所以咱信上是啥物？我知影，知识的知影掠做信，所以咱著在读圣经的时，有领受足侪上帝足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是咱却无一定对上帝的话来领受上帝恩典。知影上帝的话内面的记载，无拄你就是领受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就是你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透过圣神，伫你的生命来做美好的工，叫做活活的话，living word，就是讲会当真做会感动你，会刺激你，会引带你，会改变你，这才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咱读圣经的时，咱要真正明白上帝的真理，咱需要圣神。所以圣神开启咱的心智，开启咱的灵，开启咱的属灵的目睭，咱看去上帝的奥妙。所以耶稣讲，圣神要将上帝的事甲恁讲，所以咱的心较无
圣神，咱就会谦卑，就会知影讲啊，我需要上帝的圣神的感动，我才有法度进入到上帝真理内面，毋是靠我偌聪明、偌有智慧、读偌济册，这拢毋是。所以咱知影，真济常常是真单纯的人，因却是圣神伫个生命做工，因领受上帝恩典，搁比遐有读册的人搁较幸。为啥时我常常着发现着讲，哇，为什么我会回忆起来？即摆因读圣经的时，那上帝拢特别感动因，因嘛做特别有对上帝话的即个分享甲见证。我足羡慕的。原来我发现着讲，我读真济册啊，我其实嘛毋少读真济册，我拢读册啦，思想啦。我袂记你讲，我有知识无毋对，但是我的知识爱需要通过圣神来帮助我，我进入到你圣经耶稣毋是讲上帝国诶真理是怎？是奥妙，对毋对？奥妙就是讲你若想想袂晓，但是上帝的圣神来甲感动讲我知啊，这就是奥妙。这每一个人你也想不共款。上帝要甲你讲的话，要甲伊讲的，无拄拄同款。上帝照着你的需要，照着你的境况来供应你、感动你、引带你。我感觉这是咱对圣神来领受一个恩典福气吼。这个神学家我讲因为对圣神这段失落神学甲无去强调的这段互基督徒的生活，甲基督徒的对上帝、对基督的人物造成什么伤害？因为咱太靠理性了，太靠咱家己，有啥变啥咧？嘛太较早古代时代都拢教会是权威后来当然有改变啦那基督徒甲教会若失落圣神，就失落了对上帝的信心甲见证的气力。所以咱耶稣讲一张树安怎看啥？结果果子。所以我有当时发现有影呢。咱今仔日人的志向超过以前超过足济啊！即摆的人的逐个世间的条件有够好的，毋过今仔日的教会歹势，我讲，我包括无算嘛是，较比以前的兄弟姊妹，因无知识，因较怂恿，较有属灵气力，无咧。我发现着，属灵气力不在伫讲。咱有世间的条件，是你偌济聪明，世间的知识偌济，毋是咧，在你圣神的这个当中咧。常常咱失去了气力的原因，就是咱忽略了圣神所要互咱的恩典。所以圣神也是帮助咱，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这个这叫做这神学家安尼讲的，这家里们嘛是安尼强调的基督徒都爱较。任上帝唔敢伫咱的顶面工作，咱上帝创造宇宙外面对，哇，上帝足伟大，对不对？上帝安那？伊讲伫前后为咱无，圣经这个旧约上帝就是讲来保护咱安尼上帝若为咱治罪会抵挡咱，为咱对不对？为我们但是伊个强调一项，上帝毋若伫外面工作，我的边帮助我，上帝有伫咱的内面做工无？上帝伫你内面做工，所以咱袂当忽略上帝也是在我们里面做工。我甲你们来讲，如果咱知影基督伫咱的外面，伊原是甲咱分离的，伊无能偌伟大，伊为着讲世间人顶是加做使我这个疼痛偌大如果伊若是咱拢伫人物的中间，伊是一个互咱客观人物的伊安尼为着咱受偌济苦，为着救阮受偌济苦但是伊若无真正伫你的内面做工，安尼伊讲耶稣虽然遮伟大，做遐济代志，为着你做足济代志，嘛无拄拄有真实的利益甲期待。这是甲你们讲，耶稣伫我的内面做工，这就是什么？圣神的工作。耶稣伫我内面做工，这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包括咱每一个人，咱拢各个自我信耶稣，耶稣要做为救主，这就是圣神的工作所以圣神来是在为罪、为义、为审判，对不对？对为着要互咱领受上帝这个救恩所以对圣神的忽略结果就是要递到什么会灵性贫穷。
生命会打扫，会感觉提不起劲，冷漠，属灵毋是知识属灵肤浅，就不用属灵的深度啦，就安怎，即个感觉讲，人袂亲切感，教会嘛生疏感，搁安怎有比较熟悉教这是一个迄个这是家咧反省结果啦，搁哪教会失去了做上帝儿女的信心啦，咱毋知影，咱是上帝儿女，上帝儿女有权柄，有气力。结果咱伫世间咱讲，咱佫毋是胜利组的呢？话讲咱即摆胜利组，是迄落做啥物？个乳蛇组的对不对？即摆教会最爱讲的，耶稣应允咱咱是要诚做胜利组，咱伫属灵顶面爱得胜属灵得胜啥？就是咱有见证的气力。这见证气力对圣神来圣神难，圣神帮助咱伫上帝的话顶面，咱领受恩典；伫上帝的话顶面起造咱属灵的生命，咱就伫这世代中间会当稳固刚强，咱就勇敢壮大，会当向人宣告，咱是属上帝，佫有迄个见证的气力，安尼，所以若无搁一项就是讲咱无真正耶稣所讲的伫伊的真理内面的自由的，失去自由袂感觉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啦，无即个确信啦佫失去迄个做儿女的权柄的做囝儿的权柄的互咱会当会当完成上帝所托付咱的这个使命，这使命是啥物？有时候咱感觉迄重大啦，毋知迄是荣耀的使命上帝要将荣耀互咱，伊就是互咱有生命有使命。咱一个人若无使命伊袂感觉伊生命有价值啊。伊的目标使命就是伊愿意用一生的中间拢要来追求要来治愈伫即个上帝心意内面。咱的生命价值就遮啦，咱的荣耀也是伫遮啦有机会大家搁下大家分享。这嘛是因为这时代变迁来伫即个时代。咱伫这20世纪的这个尾期开始兴起一个叫做圣神的运动其实这毋是20世纪才有的伫1875年的时迄个时阵这有一个叫做约翰卫斯理，你知约翰卫斯理甲另外佫几2、3个这个同工这个约翰卫斯理伊原来伊去到伫这个美洲要传福音伊去美洲传福音的时候，伊要传福音，但是伊感觉无气力去传福音无人要听伊讲福音安尼伊人就足失志、足软弱。但是伊伫船顶看到另外一种弟兄兄弟会因拢毋惊吓因面对即个海涌拢毋惊，但是伊安尼惊到要死佫无信心伊发现着以前袂惊吓，原来这兄弟会的人因安怎？因有对圣神的较无也领受圣神的这个帮助所以充满信心充满平安，毋惊所有环境中间所发生的事安尼所以约翰有时咧讲一句话，伊讲原来我想要即个做美洲的人，伊代伊讲伊就要治伊个甲印第安人传福音我。要去美国传福音，但是伊讲像啥物人要甲我传福音？这啥意思？当我传福音的人，互人的事，我对福音确实无确信。伊嘛无把讲伊已经领受福音，但是伊受训练出来，就是要传福音。这嘛想着我家己呢。我古早时代，我新人一毕业，我不晓传福音。毋过咱拢知影，牧师的一个重要紧工作是做啥？传福音。我迄阵就想讲，我有了解福音无？我有明白福音无？我有相信福音无？我对福音有确信无？无咧。伫教会无会讲充满无力感嘛感谢主嘛，因为咱充满无力感，咱会呼求求救求救啥？啥人求救？咱需要属灵的气力啦！
向上帝来求救啊！啊，上帝就用圣神来帮助咱。啊，我嘛就伫迄个一个过程的中间，去体会到我的软弱，我的生命的难处是什么？啊，伫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领受圣神的管辖。迄个时阵，我的生命有一个大少漏去，迄个捆绑无去，生命开始对福音了解，对福音来领受迄个福音的快乐。啊，互我感觉讲啊，我要传福音，我有对福音的确信安尼吼。啊，所以这个属灵运动哦，是讲约翰有意思咧，迄阵就感觉讲啊，伊要传福音一个真要紧的工作，就是伊领受圣神的快乐、圣神的管辖。所以迄时阵有发起一个叫做卡西克运动。卡西克运动就是咱即马常常在问伊讲你有受到圣神的充满无？你有重生得救，有真正顶头是得救无？兄弟姊妹，我若问安尼事吼，咱可能讲有确信无？你有确信讲你重生得救了吗？嘿，这个这真很难说，对不对？我们也不敢说，对不对？不过，咱相信伫咱的心中的时，人若问讲你重生得救了吗？当然这问是不一定有礼貌，但是咱免得咱家己人如果问咱安尼的事，咱就心想：我重生得救了吗？我领受圣灵了吗？若无领受圣灵你讲你有重生得救你的得救是没有确信的，你无确信，你无确信。你若有圣神伫你的生命中间，会是你都有确信，而且你的确信会成做你生命的快乐。哇，这就是一个真要紧的。所以讲，因迄阵在推行一个运动，就是领受圣神来第二次重生的一个运动叫做经历圣神运动叫做卡西克运动。这咱少年人去查一个这网络上一弄咧，咱转去嘛当查你看来龙去脉会当安尼因为咱知影。咱人领洗礼时，咱基本上咱就得救嘛，对不对？敢毋知呢？咱相信耶稣基督保护洗清咱的罪啊！我相信耶稣要互邀请耶稣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耶稣将我记住，你我就得救啊！没错，但是我们却没有信心讲啊。迄个信心是，就是当你领受圣神了，你所产生出来，会拥有的见证啦。所以咱。基督徒除了有领受救恩这一项，嘛爱领受圣神，互咱的快乐来为主做这件事。所以咱这两项都爱迄阵就开始有这种运动所以后来这个20世纪后半期，为什么开始过一个新一波这个追求圣神的运动？古早时代咱是讲在追求圣神的拢是什么？灵恩派的，对不对？是不？灵恩派追求圣神啊。我们不是灵恩派的，我们是长老会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我们不要否认了咱理性的是很好啊。我感觉新他这时刻这种理性思考，上帝嘛透过理性的做工课这种不能否认。我牧师也是很喜欢读书、很喜欢思考的人。但是，属灵的真正属灵快乐是对来对圣神来，对圣神这另外一个生命的赞助，咱受忽略的啦。所以咱袂使讲我头脑很发达，但是我的情感很冷漠，不可能这样。圣神就是要搅动我们的感情，这激励我们的生命，互咱生命。因为圣神的圣灵的激励也是因为爱神爱的激励，所以我就有爱的能力，我就有信心去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什么？这圣神所要做的工作啊！所以咱也有迄个理性的一面，但是咱也有迄个热情的一面，有迄个做信心的一面，但是甲佫有迄个听的一面，这拢爱做伙这是上帝所要收束咱一个恩典因为这个20世纪后半段时教会遇到瓶颈，社会变迁科学越来越发展，教会所受到这个社会变动的影响知识越来越悬，所以教会就无用得应付这个社会变迁、科学的变迁，教会感觉无力感教会即阵感觉一日受到足大的挑战，对不对？我人才流失啦，因为庄卡变来都市啦，这真侪人移民，咱足侪人可能是庄卡教会在萧条啦，这个这做这个都市教会虽然人数增加，人增加，但是迄无表示讲灵性生命在丰盛，无拄是人增加尔。
我对这种足爱思考的吼咧。好后来发现着吼，教会要安怎成做一个有快乐的见证的教会就是搁安那做一个牧者，要安怎成做一个领受上帝快乐有影响，带领教会前进搁有快乐来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教会，所以开始就新一波的属灵的运动了约翰福音提到14章18节，今日讲因为这个佫讲真济，所以我就来点起一段的圣经来甲咱大家分享耶稣讲有要放杀恁做孤儿，对不对？恁做孤单这个所在一个真要紧孤儿甲儿女不共款的迄个做心理学家研究迄孤儿有孤儿的心理啦，孤儿的心理，孤儿的心理，孤儿心理有真济生命这个软弱的地方。我讲我有父有父亲有母亲，我怎么会孤儿？其实心理家咧讲咱人什么时阵开始拢有孤儿的心、孤儿的灵呢？亚当夏娃犯罪了迄个时阵开始就有孤儿的心、孤儿的灵，因为离开这个爱甸园因为甲迄个天父疏离因这他迄个因为罪，互你的生命有一个孤儿感互你对生命无感觉看到你生命的价值搁对你的生命无自信常常若孤儿就讲这无人会插我啦无人会在意我啦搁很敏感很容易生气是有真济迄个自我否定的这拢是迄个孤儿的这个感觉啦耶稣讲无要放咱做孤儿那用台湾话讲咱毋是无人个啦。咱伫世间有时咧感觉做过了足孤单，讲哇我袂算孤儿咧，有当时咱会感觉安尼对不对？但是耶稣讲我无要放你做孤儿啦安怎有一位保惠师另外有法律叫做劝慰师他伊会来考劝咱啦，帮助咱啦，互咱安怎知影有一位听咱的上帝要甲咱伫地，是才讲永远甲咱伫地呢这就是真理的性情。真理有啥？咱是想象这个咱的学问的研究，研究真理。这个真理最主要是讲啥？讲起有关上帝甲救恩的真实这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是安尼所以耶稣讲圣神来为着真理做见证，对不对？为着我做见证，嘛是为着真理做见证耶稣讲我来为着真理做见证圣神来要将上帝的真理，互咱是啥？认捌上帝救恩的真实的道理互咱真道，互咱知影，放伫咱的心内，咱就会知影，咱毋是孤儿啦无说是针对手后面做个这个所以真理互人认捌这个上帝甲生命的真理圣神这伊是保惠师教示咱的，互咱认捌这个上帝恩典真理的也帮助人领受。圣神毋是讲互你认捌，有时咱是讲我读圣经我就知影咧上帝问题，上帝透过理性互咱知影，读圣经咱就知影讲上帝安怎疼世间人耶稣安怎为着世间人钉十字架但是领受过另外一个代志呢，所以圣神就是帮助咱来领受啦领受安尼最近阮教会有一个姊妹伊说定心佫伫正人的面前伊一段时间伊就是台大研究所的时候，伊伫个所在伊的家庭拄着一个问题困扰伊伊就祈祷。毋是袂记得啦，就讲你咧上个有人来传福音互伊传福音互伊了无偌久伊就讲，遐个人讲你洗礼，就洗礼，就洗礼洗礼了有发现迄个教会对伊来讲有很有压迫感伊后来就会渐疏离，无去参加聚会就安尼毕业了开始工作10几年拢无去教会，但是已经洗礼伊就有即个信仰，但是这10几年的中间伊安怎讲？我像孤儿伊的心内就祈祷，我想要回家了你知回家祈祷，没想到伊咧祷告的时候伊的同事就是阮教会就伊即个执事伊的这个做公司咧上班
上班的时，阮即个就是吼，伫迄个公司组一个团契，拢会办迄福音会、茶会，伊就办福音茶会伊就邀请伊来参加，伊要去参加，无讲伊基督徒，伊讲我去袂歹啊，去参加佫会当安怎呢？定一个中昼啊，就参加就离开啊。但是伊的心内，伊咧祈祷讲他想要回家，后来阮即个就是就甲伊问，这个姐妹你来参加，伊尾仔信心甲伊吹逼甲咁种，你爱甲这个弟兄讲，你也是基督徒，你是受洗了，安尼就。阮这弟兄就知伊的情形，伫咧外面咧流浪，伊想要回家。阮教会拄咧办福音茶会，幸福茶会，就个邀请来教会，伊来一摆尔，第一摆尔，伊就受感动。他说我要回家，结果伫顶礼拜，伊就伫咧所来个重新决志。阮是咧讲信心袂放杀咱最孤单，当你的生命又洗礼但是离开，洗礼了佫离开怎外？也是孤儿呢，干啥呢？我们孤儿，我们就需要回家。孤儿唔知有家，但是耶稣讲我无要放下你最孤单，所以伊讲伊伫生命需要是耶稣，上帝听伊祈祷，什么人应带？当然，阮这牧师伫迄个时阵其实我咧感觉，毋是阮牧师引带伊，是圣神安排，互伊伫需要的时，阮的牧师邀请，都要应答伊的需要，这是圣神的工作啦。刚好教会也预备就邀请他回来，他就回到家，所以回到家也感受到这很温馨，所以不能说我要重新再一次在耶稣的面前再决志，还有个重新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一天，牧师也是我就感动的安尼。其中遮一个所在，我写讲一个台中一个校长的见证当然这个校长伊婚姻的人啦因兜伊讲伊细汉真爽向，因的老爸是做啥？做重机。细汉的时因老爸去对做重机的时伊就介去伊咧做法的时，伊就做协助的工作安尼因为因兜真善，所以足歹读册，读册哇成绩足好。后来真正是伊就讲伊咧要读师范，读师范你准免记嘛伊成绩上好，当然人读师范咱中间做老师甲他读师范拢是这成绩上好，读啊好的安尼读册免钱呢后来出来了，哇！我想到伊30岁尔就得到师铎奖。哇！这个成就，年纪轻轻了而且是教育界最荣誉老师的这奖项被肯定但是没想到这伊的家庭，伊的妈妈患了忧郁症。伊讲伊妈妈32岁时伊32岁时迄阵当地安尼做老师也是种开始咧做先生的时，伊妈妈说亲生儿离开世界，对生命很大的打击，非常大的这个打击后来伊发现着讲伊嘛有忧郁症的倾向，伊妈妈伊得忧郁症伊嘛有忧郁症的倾向。一段时间伊去上班，拢关伫阁楼顶面，无爱甲人做伙，嘛无爱因太太来安尼。迄阵开始人变另外一个人像即摆咱中间人这个得忧郁症就知影咱无法度控制咱家己伊的脾气伊的行为，真艰苦啦但是呢伫迄个时阵安尼因为伊即个脾气伊行动，互伊太太甲伊囝儿受到真大的伤害啦嘛伫迄个时阵即个校长伊就讲想尽办法要去找医生医治安尼其实曾经我嘛有亲戚也得忧郁症阮咧亲戚去看医生时，医生甲伊讲忧郁症无药咱咧看医生你看安怎用忧郁症无药真正能够医治的是你自己迄阵阮的亲人就讲哇安尼既然安尼要帮助伊，互伊行出来后来有走出来然后靠着信仰的能力就得到这个医治这样我咧讲这个这张校长找不到
什么地方可以医治他，医生都跟他这么讲哈。当然有开一些药给他，但是都没有效。就这个时阵，有人伊太太头录音，伊太太哇，正需要嘞，就带他的儿子到教会去，带到教会去没想到因着神的福音、神的爱，他的儿女就是因为受伤害，就先得着医治，说儿女先领受耶稣的这个恩典要成为属神的儿女后来嘞，后来这个校长感觉讲伊伫都市的迄个学校压力比较大，伊就安那转去这个较乡下迄阵乡下的事爱开车爱开40-50分啊，但是迄阵伊还未领洗咧，但是迄阵有去教会教会就甲伊讲，你要多听诗歌，多祷告，多赞美神。伊就是利用去通勤，逐工通勤开车去40-50分钟，回来40-50分钟的过程的中间，拢伫车顶拢伫迄个所在赞美神听诗歌赞美神，然后祷告呼求安尼。我有一天，他就祷告，说上帝啊，我已经无路啊，上帝我已经无路啦，你得来帮助我。没想到他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上帝就可以看出讲，伊较早这个人生过程当中，特别是跟他这个父亲以前都做法事的时候他也都跟父亲一样，这样一幕一幕的让他看见以前那些得罪神的事还有人生过程以来神所不喜悦的事他就一件一件的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呢，没想到他祷告完以后，生命就如释重担，就好像一个捆绑都松开了，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后来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受洗，这个归入神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很妙的就是他的父亲，这当届的父亲伊把将福音回来就传给他的父亲，86岁的爸爸受洗。所以咧讲，当我在认罪，我在向神呼求的时候，就是圣灵感动我，让我看见我生命里面哪里有生命的拦阻，哪里是神所不喜悦的，我就将它一件一件的交在神的面前，神就释放了我，神就医治了我。弟兄姐妹，上帝知影咱会欠缺甲需要，伊要加做咱的帮助，因为伊唔但要互咱忍压力，要互咱真实来领受到伊的恩典因为牧师的内容很多所以我这就要讲见证其他你们可以留着慢慢思考对我也记得我每次讲道完以后，我的师母每个礼拜都每一天的一段就传给我们弟兄姐妹，他借着经文，然后我简要的话语也是帮助他们，因为让他们也能够在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来思想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来讲，罪灵伫倒落，迄个所在就啥就得了自由。你认为恁确信无？所以你这心感觉讲，你生命有所捆绑，耶稣基督所甲咱应允的圣神，就是要互咱得到自由。耶稣敢毋是讲那迄个做信我的人，跟对我的人，就遵听我所讲的，然后因就要认捌真理，真理要互因什么话？得到自由，对所以咱来确信，是圣神将基督的真理带入到咱的心内，互咱愿意遵从，咱就得到自由啦。因为主的真理就是咱生命的开力啦。罗马书第15章13节，我真爱大家人这个人爱讲，互人有愿望的上帝，因为信就将大个因为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互你照着圣神的开力安怎？大有愿望，有时咱会感觉讲我的愿望伫倒落，我要安怎行落去？呼求圣神，圣神帮助咱，互咱的生命就定心领受上帝所应允互咱迄个喜乐平安甲开力。阿免。甲隔壁人讲，上帝要赏赐咱愿望的开力。来，我
真简单吼，安尼过去，啊，这有圣经在咱会当继续来思想吼，求圣神帮助咱讲啊，圣神的工作，甲咱三个地地，甲咱三个地地吼，第一项就是吼，要享受咱信心甲平安啦，吼，咱的信心是怎来？当咱认捌咱的上帝，当咱认捌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咱的愈认捌，咱的信心就愈加添啦。哦，咱唔知影，所以唔知影就哪，唔知就失了福气啊。唔知咱就无信心啊！咱既然知，这知目的是要互咱建立信心，所以咱读圣经，圣经就知影要敬拜上帝嘛吼，敬拜上帝稳定，所以咱愈读圣经，应该是愈有啥物信心啦，吼搁再愈知影上帝的稳定是何等的丰盛，敢是安尼？哇！所以保惠师伊讲哦，要将上这伊讲哦，因为我的名所要找来吼，圣神要将一切事甲恁讲吼。一切事哦，当然足济，毋过最主要，咱的天父上帝、耶稣救主耶稣基督上关心的是，你有领受到伊的恩典啊无啦？吼，这是圣神来最主要工作啦吼。耶稣安尼讲，我留平安互恁，吼因为讲我留平安互恁，我已经甲恁讲哦，吼耶稣讲吼，迄顶面迄在讲，我甲恁讲哦，吼讲这事互恁哦，知影？就是我留平安互恁。恁的心内就免忧愁惊呀，咱毋知影，所以咱会惊呀，吼咱若知影，咱的上帝是遮尔有开来，上帝遮尔听咱，上帝安尼会帮助咱。咱虽然面对着一寡困境的时候，咱就通讲圣经讲的，咱毋免忧愁，毋免惊呀。耶稣安尼甲你问，第二项哦，就是讲圣是啥？永远要甲咱三个伫咧，伊是讲互咱因为信基督来得到讨帮啊吼，迄个咱知生命上界大的捆绑是啥物？是啥物罪？一切问题根源也是在罪。当罪得了赦免，你有感觉讲我信耶稣了，我的罪得了赦免啦。虽然我毋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伊无搁再伫我的生命内面加罪黑暗的势力来捆绑我的生命，安尼咱就得到讨帮啊。因为咱毋知影，所以咱常常吼我讲一句道理，咱常常伫罪恶面前吼，你感觉讲咱会做伫歹面前恶啦吼，面前咱会惊呀，对不对？咱做社会嘛呢。毋过我感觉上帝拄着罪恶代志然啊，他易怒，你会生气我感觉讲，像乌克兰战争到底咱乌克兰战争咱咧祈祷，咱讲毋敢祈祷，讲是苏联败呢，咱拢毋敢祈祷，我就安尼祈祷迄入侵人家的迄个强权就是要溃败，那些逼迫人家的。让人家失去自由、失去生命的、失去家庭的，这些都是邪恶的政权，所以要让他溃败，我就是要祷告。我不是讲上帝你也保守乌克兰的军队，要保守这俄罗斯的军队，不是啦。所以咱面对这样说，唔只有义的祷告，也没有勇敢的信心来宣告神的能力，神是站在哪一边的，当然，咱讲咱想要记得讲，咱是不是徛在上帝一边？对啦，上帝安怎样来行使咱，互咱有义的判断咱有义的祈祷，这我想这是圣神的工作啦互咱勇敢有信心安尼所以生命上界大，会得困吧，就是罪当咱清楚了，咱就生命的话，咱会要分辨，这是上帝互咱的，这是爱这毋是上帝爱，这圣神伫咱生命中间内面真清楚，甲你分别出来。无咱生命就会含含糊糊，咱是伫咧边界中间无清无楚，到底是上帝爱上帝唔爱无紧这无啥要紧。但是上圣神伫生命中间会感动的时，咱就很清清楚楚，这上帝不爱，我不爱做这上帝爱我欢喜来做咱这生命才得到自由。圣经讲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义啦。伊就种耶稣为着咱定十字架，互咱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罪得的赦免，咱是上帝救，这上帝义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第5章第10讲，基督讨帮咱，互咱来得自由，啥物来？耶稣讨帮咱的罪如果太书第5章第50嘛讲我靠着圣神，凭着信心听候所望的义，圣神帮助咱听候等候是讲领受。基督的救恩来第三上圣神的教导一个资料紧互咱深知咱是上帝儿女，这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因为无放杀咧做孤儿，就是讲
咱毋是故意，咱是上帝儿女。这新学家吼，这巴克安尼讲，伊讲吼，咱有做囝儿意识吼，这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吼，圣神上主要工作。因为咱一切恩典吼，咱即摆譬如讲，咱要咱也是上帝恩典，就是讲，咱因为信耶稣了后，咱知影，圣经讲，咱若信耶稣了后，咱就领受耶稣透过耶稣，互咱这最佳的权柄吼，权柄吼，这是啥物？权柄就是咱打开恩典的门的钥匙啊，叫做这啥？这个叫啥？叫做儿女。吼，儿女，咱最惊伫的天父伊的产业，就是要互儿女。咱若知影讲我原来是天父的儿女，那我因为信耶稣，我就是领受这个恩典的锁匙，我就奉耶稣的名，因为我是上帝儿女，我当奉耶稣的名来进入到伫耶稣所应允的恩典的中间。所以，这最儿女的是啥物？就是咱拍开上帝恩典的门的锁匙。这是非常要紧的。伊上帝一切恩典会临到咱嘛，是因为咱知影咱是上帝的囝儿。所以讲这是。圣神一上要紧的伫咱生命中间稳定的工作啦咱以后有机会再搁甲咱分享。搁者咱若知影咱是儿女的时有儿女的位分对不对？这圣经安尼讲，因为囡仔上帝神因出来的拢是上帝囝儿对不对？搁讲咱毋是萝卜心，咱是惊遐，萝卜该惊遐萝卜无黄芒，囝儿斗黄芒这个萝卜你搁甲外真国拍拼没有承受的一个这个权利啦，对不对只有囝儿会当咱是囝儿，所以咱大黄芒免惊呀，所以所需的是儿子的心互咱安怎会当呼求天顶的上帝，叫做阿爸爸，就非常要紧。既然咱咧祈祷时，咱讲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咱用什么身份来祈祷？这是囝儿儿女的身份啦，儿女身份。为什么咱来祈祷？这是上帝应允的因为透过祈祷，免了是上帝恩典，咱爱来确信。所以每摆祈祷，上帝拢用恩典来听候咱所以咱就爱把这做儿女的这福分啦这位分啦所以圣神甲咱的心同证我们啥？上帝儿女这非常宝贵的来上帝儿女第一领受天父上帝恩典咱若知影上。这叫做上帝儿女，上帝就是因为咱是儿女，要恩典互咱。咱食这上帝儿女啥呐？是完全恩典。知影完全恩典，所以咱来感谢，来感谢上帝互咱做儿女所以儿女有尊贵身份有丰盛荣耀应允来加拉太书第4章60到70讲，上帝赐伊的囝的灵进入到你的心内，呼叫阿爸爸。既然是囝儿，就要得到上帝要做上帝什么？护士啦，护士当是要第三业，即安尼讲。阿伯啦，遐尼福气，要因为基督耶稣会通临到外邦人，咱因为信，得到所应允的圣神。这个所在为什么圣神？因为得到圣神，才有法度得到上帝所要互伊儿女的产业啦。这会通大家清楚无啦。咱若无透过圣神，咱可能是得到迄个难产的，是零零碎碎的圣神他将全盘上帝恩典临到咱的身上的这是咱这基督徒一生中间要去体会、去追求、体会第二，做上帝，咱才会通领受天父的疼，天父的疼罗马书第5章50讲，所想是互咱的圣神将上帝的疼灌压伫咱的心上。所以圣神来，咱迄个疼的心，就受充满。咱看迄个初代教会，拄圣神降临的时候，迄是种什么种教会？彼此相听的教会有无？听甲讲我家己的拢要付出有无？圣神的工作，哇！所以咱教会什么上感动人？听上感动人。听就会带来合一。听到迄种毋是自私，听的中间就看见上帝的同在，听的中间就透放出上帝的见证的开咱。所以咱看初代教会就是安尼见证上帝所以上帝搁讲，既然上帝是听，伊通亲近的安怎？伊搁充满怜悯的天父有人讲你莫甲我讲上帝是老爸，我惊阮老爸惊到要死。
无你捌听过哦？哦，安尼讲，无啦，咱的天父是大有慈悲有怜悯，都要愿意用伊好面来满足咱的心愿的天父啦。哦，咱耶稣无讲迄种做故事吼，这我毋免伫遐去讲吼。天父是安尼，所以伫天父来说，伫4章第5节、第10节，吼，伊讲咱大祭司就是耶稣，伊会当体贴，伊会当体贴咱的软弱哦，吼，伊安怎？伊逐项嘛受到试探吼，试炼，但是伊吼会得胜啦，伊无失错吼，安尼伊无犯罪吼，所以安怎伊会体贴咱，所以咱就通安怎靠着伊，所以通好大壮大，坦然无惧，对不对吼？来到伫伊的时运做成安怎？甲求啊！这个求的意思是讲哦，你都免惊讲我这求这上帝欢喜无？毋免啦，咱袂前拢先考虑这上帝无爱，这上帝爱。其实咱免考虑，上帝过你就好。那我们尽量求，勇敢的求，求大的。就求大的讲，我家己无法度成就的，我求上帝。我一讲听到一个牧师见证我甲上帝祈祷，拢总伊祈祷讲这个5000几条安尼，这个牧师，我就问伊，伊拢甲写下吼。结果伊讲我祈祷的拢毋是祈祷我会晓我法度做，拢祈祷的我无法度做的讲上帝伊。他的这个应许讲偌济呢？讲3000几条拢应允，佫有讲80%几啊！安尼伊就领受上帝丰盛恩典，够济安尼当然上帝会甲恁过滤，所以咱只有求，你若无爱，上帝无爱互咱的，知影对咱无利的，上帝就会挡下来，或者说没有应许给我们。所以咱毋免烦恼，做个求咱求，毋咱求家己。我啦每届咱中兴教会，我感觉咱是一间世世代化的教会啦。充满毋茫，所以我相信咱拢去期待一个牧者咱来上帝咱将咱的目标甲上帝讲，咱做祈祷，然后上帝就差派一个，我感觉牧师一个真正去有异象，但是伊讲无属异象，无属做了走，咱嘛无要对嘛是无好咧来讲咱愿意，咱来委身，我们愿意跟随牧师一起来建造教会，咱望咱的教会是种啥物种的教会？咱甲上帝讲，上帝差派迄种牧者来到中间来带咱的中心教会。我感觉咱教会一间世世代化，直接说天好就好势啊！伊迄个上帝迄个恩典的开来，要透过咱来大彰显。所以我祝福咱中心教会这个领受上帝安尼恩典所以咱就爱做祈祷，所以坦然来向上帝面前求免讲这上帝这个我咧求天父会受气袂？袂啦，上帝要咱就勇敢求，信心求，安尼耶稣讲信心的祈祷，上帝要听，要享受第三咱做上帝儿女上帝儿女就正经，咱有一位咱的望伊是耶稣基督独生囝，对不对？其实咱做上帝儿女拢是咧看这个合伊的款式安尼来活出上帝荣光所以讲上帝这个儿女照着圣神领受迄个官兵恩赐开咱特别活出上帝这个上帝荣耀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0节27节讲因为咱做身躯的对不对？咱伫基督内面做共肢体，这个肢体就是要啥？伊讲互相做肢体是要起做一间彼此相听、分享荣耀的教会啦彼此相听，咱互相扶持帮衬这荣耀其实分担可能是荣耀，同享荣耀是啥物？同享荣耀就是做来完成使命啊！教会若无有一个福音的目标、福音的使命袂领受荣耀。上帝的名就是咱实行伊的使命来教会彰显伊个所以佫讲属上帝的儿女啥？那属上帝儿女。上界靠无生命关系，就是主耶稣安尼啦所以咱真爱亲近主耶稣先讲的，咱若愈亲近的时，咱就耶稣的光照伫咱生命内面咱就安怎就会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啦亲像迄个镜咧照出来安尼所以咱每一工就需要啥物？思想亲近学习愈来愈有耶稣的荣光啦咱就求圣神帮助咱第四样就是为主。做见证传扬救恩，传扬福音互人，互咱真做上帝儿女对不对？互咱有这个福音，因为透过福音，咱有迄个真做上帝儿女，迄得救的确据，这
这个非常重要。说耶稣安尼讲，当圣神降临伫恁的心上的时，恁就要得到快乐，要为着啥？为着我做见证。所以咱教会，比如说咱拢准备变啊，讲世世代化吼，需要啥物？点火啦。咱拢准备好啊，但是咱需要啥？一个爆发力。其实圣神起来本来就是安尼，一个爆发力、爆炸力吼。就是要咱若个圣神会甲咱帮助，咱就听信心去做使命上帝拢加添互咱，咱来接这经，充满上帝应许教会吼。最后，圣神来要甲咱夹起，互咱认捌真理，领受上帝恩典，而且有快乐，为着主来做见证。阿免。甲隔壁人讲，咱做伙来靠无圣神来。当心合意，我相信上帝透过咱中间教会来大大兴起，来荣耀伊的性命，来参加祈祷。祈求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赐圣神来是要永远甲咱参加伫地，互阮有儿女的福分，有得救的信心，以及有迄个做成就上帝你托付的这个使命。这个坚定的心智，甲快乐。主啊，阮恳求你这个圣神的恩典，充满伫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身上。阮毋知影这个做因现在的境况，但是主你比阮更加知影，你知影因的需要，你也透过圣神就将上帝你百般的恩惠临到因的身上。当因主你恳求的时，主你无放杀因做孤单，你乃是请因的天父。因是上帝你所疼的儿女，也求天父上帝帮咱中英教会，还是已经准备好便便，要上帝你使用兴起的教会。主啊，阮知影你的圣神降临的时，阮看见使徒就生命有迄个爆发力，就站起来为主做见证。主啊，今仔日中英教会嘛要领受安尼快乐，互中英教会来接做一间充满上帝快乐荣耀教会，会通伫这个社会中间，交做上帝你的光。荣耀你，高举你的性命，祈祷靠所的名，阿免。接续咱来吟一首圣诗吼，169首，恳求圣神降临，然后咱要来修圣餐。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设立圣餐的话
主耶稣邀请咱来亲近伊，因为伊有讲，伊是活命的饼，信伊的人永远袂枵，跟对伊的人永远袂为喙焦。既然喙焦羡慕伊的人有福气，因为因会得到饱。主耶稣嘛佫讲，伊徛伫门外拍门，既然听见伊的声来开的人，伊就要入去，要甲因做伙食。因也袂甲煮三甲做伙食。兄弟姊妹，主耶稣也有讲，伊讲既然劳苦，着我担重担的人来接近我，我就要互恁来得到安息。耶稣基督有咱生命所需要一切稳定。伊邀请咱来接近伊，特别伊也透过要甲学生即个做食最后食最后晚餐。即个做坐道的时，伊就设立即个宴席，就是最后即个圣餐，通互咱每摆若甲主坐道的时，咱就想起主耶稣基督是遮尔听咱，透过伊的身躯，伊所流的宝血，来甲咱立一个听稳定的约。所以伫这时，那么照伊的款式来摆列这饼甲葡萄汁。咱嘛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伫咱这个圣餐，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家己八十米家行一孤摊，为着阮伫咧所在受定来死。主你所流的宝血，却真侪阮属地稳定，阮确信，你宝血大权能。将上帝的救恩透过圣神就临到伫阮的身上。这时阵，阮照你的吩咐命令摆设这个宴席，阮求天父上帝来祝福这桌顶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兄弟姊妹，我哋领受的是心存感恩，也搁一摆确信内心传告，阮有信耶稣基督，就领受上帝的救恩，阮已经是上帝儿女。现在阮甲主围内坐倒，将面阮要纪念，将面阮嘛要决志。纪念主耶稣基督所为着阮做一切，也感恩决志，阮嘛要照这主你所路用的器具，荣耀主的性命。阮将这个完全交托主你的手中，求天父施恩赐福。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基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来祝谢，然后白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拍破的。既然恁食的时，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会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是咱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讲。这是我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日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到了后，会当用感谢的心来做领收。因为防疫期间，所以咱拢摕迄个迄个这个封套的吼，安尼吼。就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食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
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今仔恁这时就行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食了后，主也安尼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那另外，请咱的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就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主耶稣安尼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日恁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一齐来享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家之地，咱做来祈祷。请阮天父，阮的上帝，阮欢心感谢你，透过甲主耶稣基督祈祷，阮深知阮是主你所听的，阮是主耶稣基督身躯的一体，阮兄弟姊妹嘛伫主的听的内面，三甲结连，成做主你的教会。所以，阮伫这所在徛起。那是因为主你的恩典，也要见证上帝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餐来养持阮、帮助阮、激励阮，互阮会通线接这个圣洁的交通。伫阮生活中间，阮甲主你交陪，甲兄弟姊妹三甲亲热。主你透过主你的身躯，就是你的教会，来显明你家己。救恩，帮助阮重新教会兄弟姊妹，阮伫主你丰盛的听读甲圣神的气力内面，阮受兴起，诚做高举天父上帝恩典的儿女器躯，感谢罗你，求天父上帝继续帮助阮、引导阮，互你的教会伫遮徛起，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互众人搁较济人。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福气，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这个是咱要来受杯，先怎来奉献哈？
去你任福现的诗。谢谢。现在现开周报，咱先来谈两摆。今仔日个金句，伫即个，咱先读台语，较搁读华语啦吼。写，我无要放恁做无爸囝，我来就滚恁。华语，我不配下你们为孤儿。咱个华语咱嘛读两摆啦吼。我不配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14章18节。咱这个使徒的迄个100句的金句哦，咱甲家己来看啦吼，家己来看。咱嘛真多谢这个慧茹姐，伊拢会将这个100句的迄个圣经哦，播伫咱的群组内底，伊就有迄个释义的部分。咱过来看后礼拜有担任事工的人，请咱家己来注意吼。啊，奉献报告咱嘛家己来看，然后顶搭唱啥会议来见证。咱消息报告吼，今日有罗牧师来主持圣礼典，哦，咱多谢罗牧师。过来社区关怀据点伫拜二开始要恢复上课。哦，每日拜二的上午是音乐天地，中午共餐，下晡是画画班，拜三是美食创作，拜三的下晡，拜四的下早起是桌游甲创意手作吼。啊，中午嘛有共餐，咱欢迎咱的兄弟以及咱有熟悉的人会当招因来参加吼。会议报告咱也家己看吼，啊，新安讲的进度咱嘛家己来看。过来，基地交通以及带导的事项，为着身体欠咱的兄弟来带导，以及照顾因的亲人，咱特别为着后生的先生来祈祷啦吼，特别为着伊来祈祷，会当行过这个艰难的时刻。咱感谢德恩兄吼，伫半年来的幸福小组的训练以及教化课程的付出啦吼。伊伫6月17号，18还是17？17嘛吼，伊伫17要登去美国啦吼。所以会当为着伊来祈祷吼，伊的平安的路途来祈祷。咱为着两个家庭，要丢落伊的家庭吼，蔡淑媛、泽温、丽君、丽谦，啊小英、本泽、若玲，啊个贝拉明吼，因地道，已经转来是无？6月中要转来咱台湾啦吼，即个小英因的家庭吼，以及咱局处这个家庭吼，孙辉、美凤、雨桐，以及孙文玲、孙文清因的信用、孙金玲的健康来带导，请来起立来讲道。
吟上行390首，吟诗后，咱请罗牧师来讲道。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所带阮伫耶稣基督内面一切丰盛的救恩，以及阮生命中间所需要上帝恩典，丰丰富富、充充满满降临伫阮中心教会阮兄弟姊妹身上，对即时直到代代无尽。阿门。现在来行平安礼哈。